川普关税减少全球，业者拢爱想办法减少成本。美国晶片大厂 AMD 超微的执行长苏姿丰，伊就宣布超微2内面晶片已经落订，正做台积电美国厂的头一个客户。另外，辉达宣布要和台积电、鸿海、伟创一寡台湾的厂商做半导体联名，做伙伫咧美国生产，避免互扣重税。 美国晶片大厂超微 AMD 的董事长和执行长苏姿丰最近佫一摆访台，4月15第一站公开活动是受邀请去台大校园演讲。演讲进前，伊先讲一个大消息：超微宣告变做台积电伫美国第一经2代米制定的客户。Including our first 2nm chip, our next generation server processor Venice. Has been very successful, so we wanted to thank CC and his team for that. And we also have our first product in the Arizona site. 苏姿丰强调，台湾的产业链是超微的重要伙伴。这摆伊的行程嘛无得停，除了14和台积电的团队来会面，15、16嘛系一个和客户和合作伙伴来见面。大动作来台湾，宏解脱讲是各条式的战略，因为都伫前一天辉达则宣布讲要和台湾做伙做 AI 美国制造大联名。 在 AI 所需要的这个晶片以及一系列的解决方案，那么未来呢，将有可能在一部分都会是以美国为主，在美国当地就能够有自主可控的一个这个目标。 辉达宣布讲，和台积电、食品、鸿海、豪石等等将一间大厂来合作，计划未来4年在美国打造价达5000亿美金的 AI 基础设施，要对晶片的制造封装测试一条龙 Made in USA。来积极的跟美国在就这方面来商量。那基于台美之间的这个大家的利益，我们会让台湾的这个产业在这个关税上面。 能够达到一个公平竞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15台股收盘起344点，收跌19857点。电子类股点火助攻，台积电收盘起12块，伟创中国正话起停板，收盘起5块，还有鸿海起1块。虽然台股收红，但是半导体敢会加扣关税，还要等美国商业部的调查。短期内台股无排除持续震动。记者综合报道。